今仔日阮要坐火车由科西嘉岛上下伊的美丽岛外号的，就是对当地铁路网欣赏到的景色。无想坐火车会为山区1万里来到海边。出菜足鼻头大开，豆豆食哦。对海底，也是对空中，穿过那天长的海湾，跨过互人赞叹的山峰，出海咯，可拜欧啦！朴实的装卡甲5次级的车花，阮的旅程用以前毋捌有的方式，看见这座美丽岛。准备好了未？所有人上车。